教育班的那个基本组，还有讲师，那个初阶讲师的基本组。还要补充哦，你要补充多长？我要抱着，因为我还有时间要，一点点，好，让你补充一下。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。我们点传师有交代说，像我们的明德基金班，尽量鼓励大家有时间没有参加过的，请尽量大家一起去参加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个使命必达哈，对，所以我交代在熊的啦哈。这个当然就是那个每个人的心得不一样。接下来邀请的是一样同样路过法会的宝贵，来我们。